强烈大陆冷气团伫昨减弱，所以今仔有小可回温。也毋过下晡开始，会阁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温度会阁再开始降哦。拜二到拜五拢真冷，透早可能只有10度左右，空旷地区哦，干那7、8度尔尔。这嘛有可能会真做是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。 拜二即天是24节气中的小寒，俗语讲小寒大寒并马鞍，意思就是讲，伫咧小寒即天若有够寒，就当甲一寡海棠的卵寒死。春天补产的时，虫害就会较少。那照这几日的天气来讲，应该是透冻啊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礼拜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毋过拜二透早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各地体感的低温拢增加。 新竹关西阁出现6.5度的低温，日时开始回温。毋过拜二下晡开始，各另外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暗时开始变天。今天白天的话呢，我们刚才也提到，上午都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。不过下午开始呢，桃园以北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雨。今天的晚上到明天之后呢，是整个水汽最多的一段时间点。 气象署指出，这波强烈冷气团会对拜二挂到拜五，其中上寒的时间伫咧拜二到拜三，这2天受到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相重的影响，各地体感低温伫咧10度左右，空旷地区的温度会搁较低。气象署无排除这个冷气团会转做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。 这波冷空气预估的强度也是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哦，最低温的时节点呢是落在 6号的晚上到7号的清晨，台北站强度我们还是预估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情形。不过因为有辐射冷却作用加持之下，可能温度会更低，不确定性比较大。 气象署提醒，刷落来这波冷气团真有感觉，日时虽然会有日头，不过唔通去互日头光骗去，温度较低，是打冷的天气形态。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会降到0度以下，不过因为水汽无够，落雪几率较无悬，要落雪恐惊有难度。记者陈亚选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